大家晚上好，吉祥！感恩大家今天抽空来参加我们，以藏医疗愈心咒公益音乐会的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今天呢，在国内是一个很庞大的购物节，然后也是很感恩大家。放弃了去看自己喜欢的主播的这个直播间，来到我们这个场域，和我们一起进行链接，尤其是对心咒的了解和链接。可能最近大家有看到我们在国内的平台索阿日巴，我们的平台呢，主要是在分享藏医疗愈的种种方式方法。然后在每年呢，从去年开始，每年都举办了一次线上的公益音乐会，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在需要的这个时间点里得到疗愈，然后我们一起来和可以通过藏医的这个领域当中的不同的方法去进行自我疗愈和他人疗愈。今年的音乐会呢，我们制定的主题是藏医心咒疗愈。相信最近可能也在看到我们的短视频，主要是在讲喜马拉雅地区的这个疗愈传统，尤其是对自然界里面的山水，还有万物的声音，以及它们是能够用来疗愈的。所以疗愈心咒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传统里面诞生的。疗愈呢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因为当我们开始有意识的时候，开始对疗愈有认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学会如何将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能量和外在自然当中、宇宙当中的这个能量呢产生链接，以此达到平衡。在我们的传统里面，宇宙中的万物呢都是由5元素组成的，这5元素呢是空间、风、水、火、土。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5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那么在藏医里面的话，这5行呢和我们中医里面的这个5行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当然这两种不同的5个元素呢，在藏医里面都是用到的。我们会把它们认知为内在的5元素和外在的5元素。我们熟知的这个中医里面的5行呢，就是外在的5元素。当然这2种5元素呢，都是可以去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身体和外界世界的这种关系。在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关系之后，就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身心呢达到平衡。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是迎合这5种元素，它是5元素净化心咒。可能很多人也听过，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诵Five Element Mantra。
家可以感受自己的身体和万物都是由5元素组成的。A 代表的是宇宙空间， Yam 代表的是风能量， Kam 代表的是水， Ram 代表的是火， Lam 代表的是腿， Lam 代表的是土。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脏，我们的心脏是和宇宙空间相连接的。当我们念诵 A Ho Shude Shude 的时候，净化的是我们心脏里面所淤堵的所有的负面的情绪和能量，以及身体的疾病。此时此刻，我们是用我们的思绪，我们身体的能量和心的能量，去重新认知我们的身体。可能我们的心脏是有疾病的，有问题的，可能1次2次如此的思考是得不到根本的治疗的，但是根本的治疗是需要去日积月累的。所以每一次我们去关注到自己的5脏6腑，关注到我们身体里面5元素的流动的时候，我们就离健康、离快乐更进一步。心脏是和 A 和 Shude Shude 空间相连接，我们的肺是和风能量 Yam Ho Shude Shude 相连接，我们的肾脏是和水能量连接，它的种子字是 Kam Ho Shude Shude。我们的肝脏是和火能量相连接，它的种子字是 Ram Ho Shude Shude。最后，我们的脾脏是和土元素相连接，它的种子字是 Lam Ho Shude Shude。Shude Shude 指的是净化的意思。
表的是我们的身口意。Ayam Kam Ram Lam 是5个元素。Shude Shude 代表的是净化。代表的是保持和维持在净化的状态当中，回归到我们最本初的状态。像雨后的早晨，一切都是那么清新。出现的彩虹就和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能量场。接下来我们要链接的是药师心咒。说到药师心咒呢，我们不得不提到关于药师的这个琉璃光。我想很多在聆听今天音乐会的朋友呢，都有听说过琉璃光这个概念。因为琉璃光呢，也是关于疗愈力的这样的一个光芒。像我们在喜马拉雅地区，药师心咒和琉璃光是可以用来祝福或者加持疗愈的用品的，无论是药啊还是器具啊，都是可以去加持和祝福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琉璃光呢是所有光芒的母亲，彩虹一般的七彩光芒都是从琉璃光里面诞生出来的。所以当我们想象自己全身都是像琉璃光这样的显现的时候，我们也成为了所有光芒的一个载体。我们就好像和彩虹一模一样，可以是明媚的阳光，也可以是皎洁的月光。我们身体本身也散发着这样的疗愈的能量，而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不自知的，认为我们是不具备疗愈的能力，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去让我们的身体给到我们的身体时间和空间去自我修复。所以这个意识层面是需要去也是需要去积累和认知的。所以在喜马拉雅地区呢，很常见的一种方法就是去链接这个药师心咒，然后让自己观想自己的身体呢，也像这个琉璃光一样无二无别，成为所有光芒的载体和母亲。
如果大家觉得舒适，然后自己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唱的话，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唱诵达雅塔 Om， 所有宇宙的，我们在召唤所有宇宙的能量。贝看着药师，贝看着马哈贝看着伟大的药师，Raja Samongkate Soha， 治愈我们的身口意。达雅塔 Om， 贝看着，贝看着。可以在这个时间观想自己像药师一样，身体变成琉璃光，成为所有光芒的母亲渊源。我们体内的五脏六腑、白脉、黑脉、神经、血肉、骨头、骨髓、脂肪都变成了光体，变成了琉璃光，和药师无二无别。尤其是通过心咒去召唤琉璃光和药师的显现，可以让我们的心感受到我们和药师的距离越来越近，最终相融。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进行链接。刚刚完成的是5元素心咒，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跟自己的身体进行链接，然后再从所有的这个元素的母亲，从每一个元素呢都有它自己对应的颜色，比如说火是红色，风是绿色，然后土呢是金黄色的，水是白色。那么我们刚刚链接到的这个琉璃色、蓝色呢，它是相对应天空或者空间的。所以我们在链接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不一定单单是肉体的，还是可以从能量场。当我们讲能量场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代表着它的形状、颜色以及声波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震动。然后我们进行这个音乐会呢，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消息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准备来弄一个小白的课程，从小白的角度呢去介绍藏医能量疗愈这样的一个体验课。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希望大家去参与进来。惊喜的部分是，如果是我们本身的老学员的话，是可以去免费的来进行这个学习的。如果你是新人，然后也是刚开始才了解到我们在做的事情的话，也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课程，完全白菜价。主要是以利他心分享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可以让大家更直观的明白我们在做的这个藏医疗愈具体是在讲什么方向，然后再让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背景知识，决定你是不是这个东西是不是适合你自己。这个课程介绍的话，大致的就是说，就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医印度医学阿育吠陀还有萨满医学、古希腊的医学一样，就是藏医也是一种独特的能量医学。藏医的起源呢，就是源自于对自然界的这种观察和领悟，从古象雄时期来自从古象雄时期，来自喜马拉雅高原的人们就学会了如何通过声与意，跟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能量一起协作，并且运营着这些能量来达到这个平衡、治愈和健康的效果。不仅如此呢，在伟大的医师真悟者宇陀的诞生之后呢，这些已经被沿用上千年的能量智慧呢，又再次被整理、系统化的浓缩成2个珍宝，一个呢叫做次部医典，有关藏医能量医学的理论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宇陀凝提，是关于灵性的传承，不仅加强了疗愈者的这个感应和直觉，而且还能够通过大圆满解脱的这个道路，而且还能够通向大圆满解脱的这个道路。这次这个体验课呢是2天，然后我们将通过声与意3个维度进入藏医能量生命科学的世界，从古老的这个传说和历史讲起，然后再落地到这个开启自身有觉知的呼吸唱诵的心咒上面，开启我们就是从小白的角度也可以去有一个更具体的认知，对疗愈道路有一个更具体的认知。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宇陀这个名字，其实宇陀呢是藏医的祖师，就像中医里面的神农皇帝这样的人物，他呢是在历史长河上真正存在过的一个人物，分别是出现在8世纪和12世纪的，我们会认为他是药师的一个化身。
所以对他是百般尊敬的。尤其是学医的人是非常注重修习语陀的链接语陀的。语陀呢，除了是一位医师以外呢，也是一位觉悟者。在历史的记载当中呢，他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可爱的小狗狗都是一起达到了红化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呢完全消融在了这个空间里面，就像彩虹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开始的时候，就是让大家就是链接了这个5元素心咒。因为当我们从不同的层次上越来越认知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在自然当中所看见的彩虹是无二无别的时候，就更加接近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我们的身体呢老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这种老化的过程呢，会有一种很美妙的体验感，还有更多维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就不会是那么恐惧和单一的了。今天呢，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语陀这个词汇的本意。语呢，在藏语里面是绿松石的意思 ，tok 是屋顶，所以它其实本意是绿松石的屋顶。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是因为其实有一个传说故事，就是像大家所熟知的这个神农传说，神农是一个牛头人身的医圣嘛，就可以说他也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神话一样的故事存在。就是语陀呢在作为一个伟大的疗愈者的时候呢，他的名气是特别大的。在他在世的时候呢，传说来找他治病的呢，不光是人，还有一些非人的存在，就像一些神仙的存在，比如说龙女鹿我们知道的这个龙女鹿来找他求助。怎么跟大家解释这个龙女呢？就是可以认知为半身是女性，然后半身呢是蛇的，就有点像西方世界里面的这个美人鱼一样，只是它不是以鱼，它是以蛇为主，这样的一个蛇尾的仙女。龙女呢，也是在藏区的这个文化当中，或者喜马拉雅地区的这个文化当中呢，也是一种保护水源的神灵。所以当水源有污染的时候呢，龙女也会生病。龙女呢就在那个传说故事当中，龙女就去找语陀治病，然后语陀用了藏红花水帮助了龙女呢。帮助龙女冲洗，而且让她得到了治愈。那这时候龙女就非常的感恩，她就拿了一大包绿松石来报恩。然后语陀呢就把这个绿松石放到了他们家屋顶去晒，然后别人经过的时候看到他们家的屋顶全是绿松石的时候，大家都就自然而然就叫他这个语陀家的医生，就是这个绿松石屋顶的医生，住在绿松石屋顶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里面的医生。对，所以他的名字是这样的渊源。所以今天我们来链接一下他最重要的一个心字，松洞一西宗给他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祈请文。为什么重要呢？是因为语陀在他在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留下了2个珍宝，一个呢是针对身体疗愈的4部1典，另一个呢是针对心灵疗愈的这个语陀宁提。然后这个语陀宁提呢，从8世纪到12世纪的时候，其实一直只传自己本族的人，而不传外的。直到12世纪的时候，语陀年轻者来了之后，语陀萨玛来了之后呢，语陀萨玛就传给了第一个不是语陀家族的人，这个学生的名字就叫做松洞叶西宗。然后他呢，为了表达感恩呢，就写了这个语陀祈请文。所以我们今天来链接一下这个祈请文。Namo Guru Kangi Kui San Chen Châu
唱，链接语陀的能量。Guru Guna 代表的是智慧，在这里 Guna 代表的也是语陀的另外一个名字。语陀在藏文里面的全称叫做语陀渊灯贡钵，渊灯指的是智慧，贡钵指的是主，智慧之主或者智慧的主人。可以继续感受一下 Om Ahom 身口意，身口意。让我们的身口意和语陀智慧之王进行一个深度链接，也可以像药师一样，可以观想我们的身体变成琉璃光，因为药师和语陀呢无二无别。链接了药师和语陀之后，可能大家对自己的一个认知呢，会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境地，因为我们不再以认知自己平日当中的自我来认知自己，而是通过光，通过不同的颜色通过语陀以及药师的这个显现来认知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认知自己的途径应该是多元化的，应该是多维度的，这样的话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会更加的富足，然后这种富足的精神境界会让我们的肉体世界也会变得非常的有这种空间感，就不会那么单一和急促，不会有那种空洞感，对。
然后现在是回到了我们的心脏。我们起初去链接五元素心咒的时候呢，讲到过 A 这个种子字呢，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和这个空间或者天空这个能量。然后在疗愈心咒的体系当中呢，其实身体里面每一个器官都有自己的心咒的。所以如果我们有某一个器官的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去专门念诵这个器官的心咒。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这个心脏悦心咒因为心脏呢是身体里面五脏六腑的皇帝之王所以我们要去多加关注心脏以及关注我们心脏应该去理解心脏是所有情绪的一个淤堵的一个地方，而且是所有情绪的一个出口和入口。所以我们呢如果有各种的方法可以去帮助我们放松心脏，然后让心脏可以更好的感受到其实心脏和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宇宙一样是无边无际的话这样的话当我们人生当中就是遇到任何的事情就是处在任何的这个困境当中呢，都不会觉得很狭小，不会觉得自己无路可走这种状态。因为我们会我们的这种灵性上的觉知呢，会让我们提醒自己尤其是自己的心呢不要担心，不要去有局促感。其实你目前的这个境地是很局限性的，你的心呢和天空一样是可以去包容它的。对，所以今天的心咒是心脏的悦心咒。阿阿吉达苏卡桑桑。阿阿是可以让我们的状态平静下来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心咒，就是单个的啊。这次我们是念2遍啊啊。吉达或者七达是梵文里面的心脏的意思，苏卡是 blissful 或者非常喜悦的状态的意思， some 就是保持在那个喜悦的状态当中的意思。Can I have a stroke? Sita Sukha Samsa Sita Sukha Samsa跟着我一块儿唱诵。如果你是刚刚进来的新朋友，我们现在链接的是一个心脏的咒语，悦心咒。因为从疗愈咒语的这个体系当中呢，每一个五脏六腑都是有自己的心咒的。然后因为心脏是我们身体里面所有器官之王，所以我们需要去加倍的关注它，关爱它，让它放松。
在和我们一起唱诵的时候，可以用手去按摩自己的心脏，可以从上往下按，也可以在心脏周围这样转圈。心脏周围是有很多的脉的，这些脉呢，在藏医当中叫做命脉。这些命脉呢，会随着我们的情绪的淤堵呢而淤堵，就很容易产生心病。当我们的心得病之后，就很容易去攻击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不同的方法去放松自己的心。Zita Sukha Samsam。 希望在唱诵这个心咒之后，你的心脏会感觉到很空旷、打开的感觉。所以每次当我们感受到心脏这个位置是比较淤堵的，然后总是有很多气需要被叹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去让自己的身体坐在某个地方放松下来，几分钟的时间去唱诵一下这个心咒，可以唱出声来，也可以不唱出声来。你也可以观想自己的身体，尤其心脏这个位置，在我们唱诵心咒的时候会变成琉璃光。可以把之前我们链接到的这个琉璃光的观想呢放到这里。接下来我们链接的是六字真言。我们可以把重心放在心脏的位置。刚刚唱完乐心咒，所以我们的心脏是非常空旷、无边无际的感觉。然后在这个空旷、无边无际的空间当中呢，观想充满着光芒，可以是任何颜色的，可以是琉璃蓝光，也可以是彩虹光。这个光芒代表的是我们爱的能力、链接的能力。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儿时的一些经历，导致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或者消减了我们爱和链接的能力，有一些恐惧感，有一些担忧，有一些邪念或者恶念。其实这些局限性的东西和情绪，不是我们自身带的，而是后期因为这一辈子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不好的经历，导致我们认为我们是有这样的观念的。所以在此时此刻链接六字真言的时候，我们链接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种爱的能力、链接的能力。我们的存在就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像宇宙一样无边无际。我们的意识喂养谁，喂养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情绪和状态就会在我们身上显现得越明显。我
们去喂养和滋养爱和链接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显现也会多出来更多的爱和链接的能力。当我们的能量去滋养恐惧和担忧的时候，那也是同样的，会增加恐惧感，会增加焦虑。所以此时此刻，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去观想我们心中的这道光芒一点一点的扩散，去链接那些我们链接想链接的人和不想链接的人，动物、可见的、不可见的众生。当我们念诵 Om Mani Padme Hum Shri 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光芒在无限扩大、扩张。
将我们自己的身体、声音，还有思绪，全部都和这个光芒融成一体，无二无别。然后就到了杜姆妈妈。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2个杜姆妈妈的 mantra。第一个是绿色的杜姆妈妈，第二个是白色的。可能大家或多或少的都知道，杜姆呢是有不同的显现的，其实有21种不同的杜姆妈妈的显现，但是尤为重要以及众所周知的杜姆妈妈的显现是绿色和白色的。绿色的杜姆妈妈，主要会给到我们勇气。在我妈妈生我之前呢，她已经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修行人，然后杜姆的心咒呢，也是她一直都会修持的一个心咒。杜姆妈妈是非常慈悲的一个存在，因为她是母性的一种能量的化身，所以当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我妈妈就一直认为，我是杜姆妈妈带给她的礼物。这个真的对我而言来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想象一下，这也是一种女性能量的传承嘛。尤其是我妈妈总会跟我说，她除了睡觉和咀嚼食物以外，基本上都是在念诵杜姆妈妈的心咒。所以我每次想到杜姆妈妈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有链接感。而且会有一种被杜姆妈妈祝福的一种感受。绿杜姆呢是象征着破除恐惧的力量。刚才讲到过，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磨难，遇到了放不下的恐惧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通过他的心咒和他链接来破除恐惧的困扰。所以现在让我们去感受一下，刚才让大家通过6字真言去把心打开，然后让我们从我们心里面出来的这个爱的能量和链接的能量无限扩张。因为当我们去无限扩张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和恐惧感，所以这个恐惧感呢，就是需要用杜姆妈妈的能量去破解。现在是杜姆妈妈的心咒。Yeah, Green Tara. It sounded funny with Tumu Mama, right? Tumu Mama. Yes. So basically, Tumu is the word for Tara. Yeah. It's the mother of liberation, and Mama is mother. Yeah. Yeah. Because it gives a lot of feminine energy and motherly love and connection. It's kind of a heritage of...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in Estonian? Mm-hmm. It's like a... Bathed. Huh? Bathed. Bathed. Like sunbathed. Oh, sunbathe. Tumu Mama. Or darker skinned mother. Oh, okay. Yeah. Okay. Tumu Mama. Tumu Mama, yes. Very good. That's why you got that's why it was funny for you, yeah? No, I just laughed because you laughed.
Okay, good. Vänta. On õige right rhythm. Give the tempo. Yeah. Can we do a bit lower than that? Voila. Really? Yeah, lower. This is too high. Yeah, one fret. Okei, teen pool tooni. jah, palju sa praegu panid? Pool tooni. Okei, väga hea. Jep.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咒语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念诵。 Becky. What the hell? Give the sing the I cannot. Okay. Okay. Okay, let's start again. 如果大家知道杜姆妈妈的心咒 Om Dare Du Dare Du Re Soha， 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唱诵，不要害怕。Om
达里杜达里杜雷梭哈。绿度母帮助我们去解脱，绿度母帮助我们从恐惧里面解脱出来。除了从恐惧里面解脱之外的话，我们也会去链接白度母。白色的度母妈妈呢，是关于幸福和喜乐的象征。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修行人，虽然他是男性，但是因为他常年念诵白度母的心咒呢，所以当我靠近他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好像度母妈妈坐在那里，就是很强悍的、很强大的这种母性的力量在他身上是显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去链接度母妈妈的，通过心咒去链接度母妈妈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状态也会变成它所象征的这个能量。比如说绿度母会给到我们这种超越恐惧的能量，然后白度母妈妈呢是可以给到我们这种平安喜乐长寿的状态。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链接白度母。Om Dare Du Dare Du Re Mama Yu Pune Jana Pushten Kuru Soha Om Dare Du Dare当我们一起念诵白度母心咒的时候，可以观想我们的身体变成了白度母，也可以观想白度母来到了我们的头顶，散发着光芒，像皎洁的白月光。
欢迎新进来的小伙伴们，然后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平台叫做索阿日巴，然后在国内是专门分享藏医的疗愈系统的知识。然后这个知识呢，主要是来源于2个被遗留下来的珍宝，一个叫做4部医典，是关于藏医能量医学的理论的部分，针对身体的。然后呢，宇陀宁提是第2个珍宝，这个珍宝呢是针对心理的健康的。所以这2个珍宝呢，就是讲述了很多通过身体、语言、声音和我们的思维层面，可以达到疗愈的途径，有很多这样的方法。所以我们这2天也是准备了一个小白课，然后在这个课里面会给大家讲述藏医的这个历史传承这个历史传承里面会包括这个古象雄时期的传说、宇陀藏医之父的传说以及藏医历史上重要的一些发展，和其他世界各地的这个医学之间的这种关系。那除了这个以外，也会给大家介绍到从理论到灵性，什么是这两个珍宝的具体内容一个概论的介绍还有就是通过一些非常实用的心咒和理论的部分给大家打开就是认知这个课呢叫做从小白到大师藏医能量医学疗愈体验课，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我们在讲到的这些从藏医体系当中提取出来的疗愈的知识和内容可以来参加这个课程，这个小白课。对于老学员来讲，这个课是免费的，大家可以重复来听然后对于新学员来讲的话，是等同于一个白菜价，大家来体验一下，看这个学习的内容是不是适合当下的你去进行学习和深入的。所以我们在小白课一定要来参加。谢谢大家今天抽空和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个疗愈的晚上，然后一起链接各种不同的本尊以及他们象征的这个能量。链接了绿度母妈妈、白度母妈妈，还有链接了宇陀和药师6字真言，这些每一个本尊后面所具备或者说所象征的这个能量，都是我们每日都必须或者每日都非常需要的。所以而且我们本身出生的时候就是自带的，只是我们不自知，或者说对自己灵性的了解太少，所以感知不到。当我们通过心咒去进行很深入的链接的时候，通过观想和唱诵呢，可以让我们的心对我们原本就有的这种能量产生链接感，然后可以感知到它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存在在我们身体里面，存在在我们的思维里面的。接下来我们来唱诵3遍 Vajrasattva Mantra 来结束今天晚上心咒疗愈心咒的这个分享。为什么要唱诵这个心咒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犯了任何的唱诵时候犯了任何的错误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心咒去得到净化的。Om Banzar Sato Hong 3遍 Om Banzar Sato Hong 对，跟着我一起Om Banzar Sato Hong Om Banzar Sato Hong Om Banzar Sato Hong Banzar Sato 在藏文里面的话叫做Dorje Sanhwal， 它的意思呢是新的勇士，所以让我们在得到这个心咒的加持和祝福之后，可以成为新的勇士。最后今天的彩蛋是为大家准备了一首很老的一个民谣，叫做 Nzamba Yakmo。
今天最后一个彩蛋是给大家献上一首藏区的民谣，叫做Zombayermo， 代表的是它的含义是欢聚一堂的意思，也是为了随喜大家今天抽时间和我们度过这个美好的疗愈的夜晚。Zombayermo。今天和我一起演奏这次音乐会的有 Josip Grbić 大提琴，然后我们的吉他手 David Peterson， 还有我们今天在线上所有我们幕后的索阿鲁巴团队的成员曼曼和雪牛，也和大家一直在后台跟大家沟通，然后给到大家今天所唱诵的所有的新咒的这个目录啊，还有内容啊。所以希望今天的这个音乐会有帮助大家去短暂的链接一下自己，通过唱诵心咒，通过去观想，还有通过这么美妙的音乐，可以
可以回到自己本初的状态，可以让自己觉得自己不等同于我们过去所犯过的错误。不论这个错误是身体、语言还是思维上的，它只是那一瞬间的，而不是代表我们这一辈子的。因为我们这一辈子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所以这一辈子呢，让我们可以一起变好，一起学习自我疗愈的多种方法。希望我们下次再见。じゃあ、でも。